第9條問題啦，就係香港青協青年科技協會問嘅。請問兩位講下你哋喺深港或粵港合作上有什麼嘅要求幫助香港 IT 界？呢個問題好似之前重複過，兩位想唔想再補充，定係想可以 skip 咗咧？係有冇意見？因為而家呢個係 Samson 答先嘅。咁啊，好簡單咁樣答啦嚇。咁啊，正話講個產業化點樣合作嚇。因為我相信咧，即係香港市場絕對係需要一個大嘅市場咧，令到我哋香港嘅企業可以發揮。第二個咧就喺科研嘅合作嚇。香港好多嘅大學咧，基本上咧都會定位成為呢個區域嘅大學。但喺區域大學裏邊咧，科研經費而家呢個咧就係 keep 住一個好大嘅問題。咁啊，我相信咧，如果我能夠當選咧，一定要將呢個科研經費兩地嘅科研合作裏邊咧做得好嚇。因為我相信咧，好似就話講釐定標準啊，係日後致勝嘅一個最重要嘅一環啊。點樣釐定最好嘅標準，適合國家、適合亞洲、適合世界嘅標準？即係而家中國已經越嚟越有機會啦，就可以係定呢個亞洲嘅舞台。所以如果香港能夠有幸一齊參與咧，就係最好。就好似嚟緊嗰個無線嘅呢個 TV 嚇個標準咧，香港人有份參與。我相信咧多啲咁樣合作，令到香港可以喺亞洲喺香港 IT 定標準裏邊參與咧，係等到香港日後嘅產業咧快一步，呢個係香港之福。所以咧選我能夠希望可以爭取更好嘅融合咧，令到成個業界更加發展得更加多嘅機遇。多謝大家。喺4、5年前咧，我已經係即係同廣州市同埋應該係廣州市嘅政府咧，就係合作去做呢個 IT Solution Directory。咁亦都係得到香港政府嘅支持。咁呢一個咧，亦都係第一次有呢一種咁嘅 directory 咧，係希望將中港嘅一啲嘅軟件商或者一啲 SI 公司等等嘅資料咧，可以等佢哋兩邊嘅市場都可以查得到。咁至於話深港近期嘅合作咧，其實深港創新圈咧Anthony 喺度啦，咁深港創新圈咧，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概念，好好嘅優勢互補。但近期我哋都見到第一單落戶嗰個杜邦嗰間公司，咁但係咧我就唔明白點解政府咧係咁低調咁樣去大家都唔知嘅。我諗你好多人都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模式。我希望政府咧會第日咧係可以夠膽高調啲咁樣去支持呢一類嘅合作。我好希望咧，我亦都有信心咧係可以令到咧一啲嘅大型嘅國際企業佢哋嘅一啲衛星嘅 R&D Centre 咧可以係放喺香港。冇辦法，最大嗰個一定會係北京、上海。但係香港作為對咁多產業同埋對咁多 vertical market 同埋對咁多技術，我哋有咁多好嘅人才，香港有能力成為一個中國重要嘅 satellite R&D Centre。多謝。